2022年10月，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手段真残忍，杀害一个来台湾读册的马来西亚查某大学生。法院认定这个查甫人是因为钱的纠纷才把人处死，一审是判伊无期徒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不过，这个查甫人的律师表示会继续来上诉。 法警的介入之下，亲审校定来评判决，伊就是涉嫌杀死马来西亚姓蔡的女大学生，这个姓陈的查甫人，公照杀人罪起诉了后，法院经过1年外的审理，16宣判一审以杀人罪判伊无期徒刑，规世人拢袂当行使公权。杀人就是错。 请台湾政府还我一个公道。被害女大学生的家属捌伫镜头前发声求一个公道，因为因囝来台湾读册，前年10月，所伫树林睡厝的所在互杀死。涉案姓陈的查甫人伫开庭的时阵拢讲是受到被害人的拜托，伊才来帮助伊轻生，但是合议庭无相信，认定讲伊是因为回复女大学生的9万外块讨袂转来，才甲人杀死。本案有构成自首，但是因为被告不具有真心悔悟的情事。 跟自首是为鼓励真心悔悟，可得减刑这样的立法意旨是不符合的。如果只判10到15年的长期自由刑，是不足以评价他的犯罪手段还有犯罪所生的损害。小若无判死，合议庭讲，专案的发生无法度排除和被告人格特质内面的病理特质有关系。照鉴定报告提出的建议，认定讲伊会当透过心理治疗，还是长期甲关起来，会当互伊深深来反省、改正伊偏差的观念。 哦，那个当然是一定要上诉的啦，跟我们大家律师团的想法是有一点落差的啦。那他既然判无期，表示我们当初辩护的理由，法官应该是没有采用的啦。不死刑有什么话想说吗？跟家属道歉。听到判决的结果，这姓陈的查甫人无啥物表情，对记者的问题嘛无得回应。不过伊的律师讲一定会上诉。在新闻放送进前是还未摕到被害人家属和告诉代理人的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